居住在土耳其的一名维吾尔族学生说，4年来他一直无法与其家人联系。马尔亚姆·苏利丹是来自东突厥散的维吾尔人，他于2010年来到土耳其，现在他在安卡拉工作并攻读研究生。他说，在2017年3月之前，一切都很正常。我通常1周要与妈妈联系2-3次，那时我突然无法与妈妈取得联系。后来他打给我说我不要再联系他，他以后会联系我的。当时土耳其的所有学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无法与家人联系。1个月后，媒体报道中开始出现有关中国集中营的新闻。后来被拘留在集中营并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干预下获赦的哈萨克人透露了有关集中营的更多信息。他说，从那时起，每个在国外有亲戚或向国外寄钱的维吾尔人都被中国当局送到这些集中营。维吾尔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也成为打击目标，他们通常被指控为两面人。据法新社报道，据中央维基国家监委网站4月19日消息，中国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维基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公开资料显示，他曾历任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局26局局长、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据报道，前段时间湖北疫情严重期间，中央指导组奔赴湖北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孙立坚作为成员也前往武汉，并几次出现在相关报道中。共和党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克顿在周二的专栏文章中指出，间接证据全部指向武汉实验室是冠状病毒的来源。武汉有2个实验室，一个是病毒研究所，距离市场8英里，另一个是距离市场仅300码的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克顿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他还指出中国在早期阶段就掩盖了该病毒。他在文章中声称，中国狩猎武汉病毒病例是去过武汉水产养殖市场的人，但发现的第一病例发生在距离水产养殖市场很远的地区，并且没有与去过该市场的人联系。他还指出，这种病毒在穿山甲和蝙蝠上很常见，并不在武汉市场上出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传出健康状态不佳消息，引发媒体关注。美国媒体指金正恩心脏手术情况危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一位直接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报道称，华盛顿方面正在关注有关金正恩术后病情危机的情报。另一方面，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透过声明表示，我们没有什么可证实的，载指目前也没有在朝鲜内部侦测到特殊行动。据中国媒体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2位医生早前感染武汉病毒，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终于被抢救了回来，为其脸部变黑。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生易凡与泌尿外科副主任医生胡卫峰早前感染武汉病毒，属于重症病患，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医疗团队在这2个月内使用多种方法为他们治疗，2人被人工肺奇迹救回了生命。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生指出，肝脏功能异常容易导致皮肤色素暗沉。加拿大上周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死者人数已上升到23人。加拿大新奇克舍省皇家骑警通报称，加拿大东部新奇克舍省小镇波塔皮克上周六发生枪击案，一名51岁牙医沃特曼深夜出没，乱枪扫射，酿成加拿大史上最致命的枪击案。整个枪击案历时约12个小时，枪手终于星期天中午在一个汽油站与警方交火时被击毙。警方说，他们正在对16个犯罪现场进行详细而复杂的调查。